Hello，歡迎返到嚟漂流書室，我係咕嚕。小朋友，如果你同你好朋友今日想玩嘅遊戲唔一樣，你會點樣處理啊？你會同佢打一場交，定係你會揾方法說服佢，覺得你嘅主意都好好呢？今日我哋漂流書室要返去美麗嘅江都，曹操嘅大軍要打過嚟啦，諸葛亮必須要去揾孫權幫忙，但係嗰度好多聰明嘅官員都會反對佢。呢一場唔係拎刀拎槍嘅戰鬥，而係一場講說話嘅比賽。諸葛亮要一個人說服一班人，究竟佢會唔會成功呢？我哋一齊睇下呢一場精彩嘅舌戰群儒。喺美麗嘅江都嗰度，諸葛亮老師拎住一把白色嘅羽扇，慢條斯理咁樣行入大禮堂。嗰度坐住咗幾十位好有學問嘅官員。佢哋見到諸葛亮都想考下佢。一位官員起身大聲問：聽講劉備一直打敗仗，你呢一個老師，你呢一個軍師係點做㗎？大家都好想見到諸葛亮出醜，但係估唔到嘅係諸葛亮軍師一啲都唔嬲。佢揮一揮佢嘅羽扇，微笑咁樣回答：劉備雖然暫時人少，但係佢有嘅係志氣。唔似有一啲人雖然有好多士兵，但係未打仗就想投降，咁樣先係真正嘅丟臉。諸葛亮講完呢一番說話，喺堂上面嘅所有官員都好驚訝。諸葛亮講嘢非常清楚，聲音亦好有禮貌，但係每一句都好似箭一樣準確咁樣指出對方嘅缺點。嗰啲想考佢嘅官員，一個接一個咁俾佢講到冇嘢好講，面都紅晒。最後諸葛亮見到東吳嘅大將軍周瑜，周瑜同時都係一個大天才，佢心裏邊其實好猶豫，究竟要唔要幫劉備佢哋手。諸葛亮冇直接求佢，而係用咗一個好聰明嘅方法。佢同周瑜講：曹操雖然睇起嚟好強大，但係佢亦都有弱點。只要佢哋兩個軍隊合作，就好似兩隻拳頭握實一樣，一定可以贏。諸葛亮嘅語氣非常自信，眼睛閃亮，佢令到周瑜明白，咁樣唔單止係幫劉備，亦都係保護大家嘅家。呢一個就係說話嘅魅力。諸葛亮靠佢嘅辯才，成功將本身係陌生人變成最強嘅盟友。呢一場冒險終於從一個人嘅努力變成大家嘅努力。小朋友，我哋今日要學一個好難嘅字，叫做辯才。辯指說話討論，才就係才能嘅意思。所以辯才嘅意思就係能夠將道理說得清清楚楚，讓其他人聽到心服口服嘅本事。諸葛亮嘅辯才係嚟自佢讀好多書，亦都嚟自佢嘅勇氣。各位爸爸媽媽，有時候小朋友會好怕醜，唔夠膽表達，但係我哋可以同小朋友講，學好中文唔係為咗考試，而係為咗讓我哋有一種說話嘅超能力。當我哋能夠將自己嘅想法表達得清楚嘅時候，我哋就可以好似諸葛亮一樣，用聲音改變世界。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，我哋今日講到，雖然吳國同蜀國決定合作，但係周瑜對諸葛亮仲有好多嘅唔放心。佢諗咗一個難題俾諸葛亮軍師，佢就話啦：請你喺3日之內交出10萬支箭。究竟3日點樣可以做出10萬支箭呢？諸葛亮會點樣應對？我係咕嚕，如果你喜歡我哋嘅頻道，記得訂閱我哋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